有陣時有啲書咧真係唔可以唔服佢嘅。Atomic Habits 呢一本書出咗幾年，全球已經賣出咗超過1000萬本啦，長期都處於係榜霸嘅位置，而且咧佢仲已經超越咗好多嘅經典之作。咁就唔睇猶自可，一睇就弊家伙。哎呀，入坑啦！我都成為咗 James Clear 嘅粉絲。咁呢本書就係神到呢，我覺得佢連個 introduction 就已經可以開始令你覺得熱血沸騰，想即刻去做啲嘢去開始改變自己。冇錯，就係一本咁神嘅書。所以我決定 Atomic Habits 呢一本書就會係我哋車仔超速睇書系列嘅開山之作。Hello， 大家好，我係連讀 U 都爭啲俾人踢出校，但係後來奇蹟逆襲，成為 First Honour 教育語言學碩士嘅車仔老師。呢一個 channel 會同你一齊學語言同埋進步自己。Atomic Habits Introduction。你覺得災難係會令人成長，定係會摧毀一個人呢？你又有冇曾經埋怨過自己嘅才能或者自己嗰條起跑線一開始就已經比別人輸蝕呢？如果你有咁樣嘅諗法，不妨聽一聽作者 James Clear 呢一個人生真實嘅故事。James Clear 喺當時係一位普通嘅高中生，而喺佢中午嘅某一日，佢就發生咗一件改變佢人生嘅事。佢有一位同學打棒球用力揮棍嘅時候唔小心甩手，呢一支棒球棍直飛 James Clear 嘅面部。喺幾秒鐘之內， James 就從一個朝氣勃勃咁樣嘅運動健將變咗一個鼻梁骨折、個腦出血、幾乎冇命嘅傷者。佢開始昏迷，記憶模糊，佢淨係記得同學老師紛紛手忙腳亂咁樣行咗好遠嘅路帶佢去學校嘅醫療室，然後佢記得個護士問佢幾條 test 佢到底嗰個腦嘅運作仲正唔正常嘅問題。呢間咩年份啊？呢間總統係邊個啊？你媽媽叫咩名啊？頭兩題佢完全答錯晒。更加大鑊嘅就係，即使去到最尾嗰一題，佢最熟悉嘅媽媽個名都足足要用10秒鐘嘅時間，佢先記得翻到底自己媽媽叫乜嘢名。而喺同一日之內，佢出現咗3次嚴重嘅癲癇或者抽筋。喺佢居住嘅地區嗰一間醫院嘅醫生好快就決定，該區嘅醫院呢係唔能夠去到應付作者呢一個咁嚴重嘅情況，就需要將佢送到去一間更加大嘅醫院啦。而喺嗰間大醫院入邊嘅醫生亦都好快決定，佢嘅情況嚴重到係需要用一啲藥物令佢進入昏迷先。基本上作者當時嘅生命呢，就只係靠啲機器同埋藥物去到維持住嘅啫。佢嘅媽媽講翻，嗰晚呢，佢有幾次係攰到要瞓着，但係呢又喺夢中呢去到驚醒或者喊醒。然後佢爸爸當日亦都喊住咁樣同作者嘅妹妹去到講，你哥哥受咗傷，對唔住，爸爸出席唔到你嘅畢業典禮啦。如果你都曾經抱怨自己起跑線好輸蝕，咁好似作者呢一種原本係一個正常人，但係只係因為俾一棍就打到要經歷呢一種痛苦。如果你係佢，你覺得自己有冇可能重新爬翻出呢一個低谷呢？第二日 James Clear 佢醒翻，咁呢個呢已經係不幸中嘅大幸啦。但係呢，佢就發覺自己冇咗嗅覺。咁喺一個護士嘅建議之下，就叫佢試下擤下個鼻。結果佢咁樣一擤，因為佢嘅面部嗰度仲有一啲骨折嘅地方啦，就造成佢嗰個眼窩嗰度呢有啲缺口。佢咁樣一擤呢，嗰啲氣壓就逼咗佢個左眼球就突咗出嚟。係真係個眼球突咗出嚟，就淨係靠嗰啲視覺神經同埋嗰個眼皮呢去到即係緊緊咁樣連繫住隻眼。咁啊，醫生呢都只係好淡淡然咁樣就講，唔緊要啦，過幾日隻眼就會自己縮翻去原位噶啦。作者記得佢出院嗰一陣，佢成塊面仲有10幾處骨折，佢左眼嘅眼球突出，佢嘅鼻骨仍然係斷裂嘅。但係因為佢嘅傷勢，佢未能夠做手術，醫生就安排佢1個星期之後翻去做手術。佢喺書入邊呢自嘲話 I look like I have been on the wrong end of a boxing match， 意思即係我好似同人打完 boxing 咁，不過我就揀錯咗對手。你估佢出院係咪真係代表已經好翻呢？梗係唔係啦，咁嚴重嘅傷，康復嘅道路先至真正荊棘滿途。出院反而係真正低谷嘅開始。
喺出院嘅幾個月入邊，佢 keep 住睇嘢都有一種重影，望唔到正面嘅嘢。咁佢足足要等咗8個月之後，先可以再揸車。咁佢做嗰啲物理治療入邊練習一啲嘢呢，係你都唔相信人係要練習先做到嘅動作嚟嘅，譬如行直線啦，或者一啲簡單嘅手部動作。佢係咁樣寫嘅：I was determined not to let my injury get me down, but there were more than a few moments when I felt depressed and overwhelmed。佢就講，佢喺呢一段康復嘅路上面呢，佢係決定唔想俾自己嘅傷勢去到令自己一蹶不振，但係佢真係好坦白咁樣承認，喺呢個過程入邊，佢有好多次都覺得好絕望啦，亦都覺得好難頂啊。咁佢受苦嘅唔單止係佢嘅身體，亦都係佢嘅心靈。佢呢就被踢出咗自己學校嘅棒球隊啦。咁對於一個作者係由4歲開始打波，亦都係當時夢想係成為一個職業嘅選手嘅人嚟講，呢一種痛楚就好似係有人一拳咁樣打爛咗你嘅信念咁樣。就喺嗰一個晚上呢，佢記得自己喊住流住眼淚咁樣去狂掃嗰個電台嗰個 radio， 佢只係想揾一首可以安慰佢嘅歌。作者點樣可以走翻出嚟呢？佢靠啲乜嘢可以去重新建立翻自己嘅信心呢？關鍵正正就係同呢一本書嘅題目有關，習慣。James 佢冇放棄，因為佢始終相信佢仍然有機會翻去棒球場，佢仍然有機會成為一個好嘅運動員。不過今次佢決定要靠嘅唔係天分，而係習慣。佢入咗一間叫做 Denison University 嘅大學，冇人逼佢去到早瞓，去到執拾自己嘅宿舍，或者去到溫書。但係喺混亂嘅大學生活，當佢身邊嘅朋友全部都打機打到好晏，唔瞓覺，生活好立亂，佢呢就每日都朝早起身，每日都會執好自己間房，一步一步咁樣重建翻自己整個人生活嘅秩序。呢一啲小嘅轉變呢，其實聽落去係微不足道，但係作者形容呢一啲正正就係令佢重拾翻信心，相信自己係能夠掌握自己命運嘅人。結果就係呢一啲微小嘅習慣慢慢去到累積。佢喺大學入邊第一年，佢攞到 straight A， 全部科都攞 A。然後佢成功令到自己變得更加大隻，因為佢有穩定咁樣去到舉啞鈴，去到健身。佢唔單止順利入選大學嘅棒球隊，更加好快呢就被選為該隊嘅隊長。喺佢畢業之前，佢就被選為 ESPN Academic All-America 全美代表隊嘅成員。咁呢一項嘅殊榮呢，成個美國淨係得37位運動員係可以獲得嘅啫。喺佢整個大學生涯入邊，佢成功喺8個唔同嘅項目創下咗大學嘅紀錄。而佢畢業嘅時候，佢亦都攞到 Denison University 一個最高嘅榮譽 President's Medal。你以為個故事就咁完咗咯？咁佢好重傷之後，大學就成功康復翻，仲攞到好多嘅成就。其實佢嘅故事仲未完。大學畢業之後呢，佢並冇即刻出版自己呢一本已經賣到全世界好成功嘅書，佢反而呢係開始一個好微小嘅習慣，就係每個星期寫一篇 email， 即係一篇電子報 newsletter， 就係咁簡單。佢呢篇 newsletter 叫做321 Thursday， 顧名思義就即係每個星期四，佢就會俾一啲佢嘅讀者3個新嘅 ideas 啦，2句嚟自其他人嘅一啲 quotes 啦，同埋一個問題留翻俾讀者去到思考。佢整個寫 newsletter 嘅過程呢，係冇請任何團隊啦，冇投入任何廣告預算啦，佢淨係靠堅持寫作。結果寫下，佢自己都覺得係出乎意料之外地，佢竟然能夠喺全世界累積到超過200萬嘅訂閱人數，成為全球其中一個最受歡迎嘅 newsletter 創辦人之一。所以你就可以估到點解 Atomic Habits 呢一本書一出就會賣得咁好。正正就係因為佢用咗幾年嘅時間，慢慢累積個社會對佢嘅信任啦，自己嘅影響力啦，呢一啲嘢呢，其實係未見到書之前，佢已經慢慢累積噶啦。靠乜嘢累積呢？就係習慣。作者話佢要喺自己嘅人生故事入邊去話你知佢達成嘅呢一啲成就，佢唔係話為咗吹噓自己去晒命自己有幾勁。佢係咁樣寫嘅 I hope you forgive me if this sounds boastful. I never ended up playing professionally,
but I fulfilled my potential, and I believe the concepts in this book can help you fulfill yours as well。意思即係話，如果你覺得我講呢啲成就，你覺得我好似自吹自擂咁樣，希望你原諒我。但係其實我只係想同你講，我能夠將我自己所有嘅潛能去到發揮出嚟。而我相信呢一本書，我將會同你講嘅一啲概念、一啲嘅做法，亦都可以幫你去到發揮你自己所有嘅潛能。所以重點就係，如果你都想突破一啲嘅困境，如果你都想改變自己，呢一本書係真係幫到你。而作者喺呢個 introduction 已經強調嘅一點就係，你根本唔需要一次過去到做一啲翻天覆地嘅轉變，你要強調嘅係每一日嗰一啲微小、嗰啲重複，而嗰一種堅持唔放棄嘅習慣，去稱之為原子習慣，去慢慢打造成一個完全唔同嘅自己。但係作者佢亦都明白到一點呢，就係好多人其實都嘗試改變自己好多次，但係差唔多係屢試屢敗。所以作者話呢一本書會從一啲最細節最重要嘅地方去成為你嘅一本實用手冊，從心理、科學同埋真實故事唔同嘅角度去到幫助你克服你唔能夠建立一個良好習慣嘅所有困難。無論你嘅目標係令自己變得更加健康，係理財更加好，係做嘢效率更加高，係同別人嘅關係建立得更加深厚，你都可以靠建立良好嘅習慣去到達成。作者喺 introduction 最尾呢一句係咁樣寫嘅 ：As long as human behavior is involved, this book will be your guide。只要你想做嘅嘢係有關人類嘅行為嘅話，呢一本書就可以成為你嘅引導。我哋下一集 Carson Chilling English 就會正式進入到呢一本神書嘅 Chapter 1，去睇下細小嘅改變點樣可以為我哋帶嚟無限嘅可能。如果唔想錯過，就記住 subscribe Carson Chilling English， 撳埋個鐘仔，咁一出新片嘅話，你就會收到通知噶啦。記住超住咁樣去到學習，一樣可以進步神速。我係車仔，我哋下次 Carson Chilling English 再見。